除去我出生同長大嘅廣東，同曾經生活過嘅貴州、雲南，算係第三個我花咗最多時間喺度度過嘅地方。雖然中國嘅好多地方我都仲未去過，但係其他大部分嘅地方對我嘅吸引力都不如雲南。每隔一段時間，我都會忍唔住上嚟呢度。我諗呢度嘅雲係其中嘅一個原因。20年前，我第一次同媽媽嚟大理，今年啱啱20週年，時間真係細思極恐。嚟大理旅遊，總係繞唔開洱海，而遊洱海嘅體驗，好大程度由天氣決定。如果你覺得洱海唔夠你想象中咁靚，咁一定係天氣唔好。喺大理嘅呢個星期，有3-4日都時晴時雨，天氣唔好嘅時候，洱海的確顯得好暗淡。但係當天氣徹底放晴嘅時候，洱海又會恢復返佢嘅生機。今次我選擇咗用幾乎最慢嘅方式遊洱海。電瓶車設定嘅速度係5公里1小時，行得快啲嘅都快過開電瓶車。不過我媽覺得呢個速度好有安全感。開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哋就喺一片草地落腳。我就係咁喺度瞓咗成個鐘。蒼山係大理嘅第2件寶，因為蒼山造就咗大理嘅天氣、土地、水源、食材等等一切嘅一切。以前登蒼山都係坐索道，登到上山都冇咩好大嘅感覺，所以呢次試下行一小段。不過行咗2-3公里左右就開始落雨，只好返轉頭。蒼山裏邊有一間我敢保證係全大理最網紅嘅食堂，就係夕照庵。呢間唔係一般嘅庵堂，而係一間裝修得好別致，有茶、有咖啡、有齋菜，連添香油都有2維碼嘅網紅庵堂。如果你想喺度坐低舒舒服服咁食一餐齋飯，至少要提前1個鐘嚟揾位，提前半個鐘開始排隊。因為落雨，我哋冇繼續上山，所以10點多啲就已經喺度等啦。當時已經有唔少人好似我哋咁喺度等啦。依家大家就係排緊隊喺度等緊攞飯。你睇下條長龍，庵堂提供嘅座位根本坐唔落咁多人，所以記得要早啲嚟嘅。呢度食齋20蚊一位，形式就好似幼兒園小朋友排隊攞飯咁，每樣餸俾啲你。最後就係咁啦，味道都可以啦。相比之下，無為寺就簡樸得多。無為寺係當年大理國時期嘅皇家寺院。上無為寺要行大概20分鐘左右嘅一段山路。呢棵樹係當年大理國時期國師從印度帶種子返嚟，同國王一齊種落嘅。已經有1300年歷史啦。據介紹，呢棵樹嘅枯榮一度同國運相連。呢度都有齋菜，而且唔使俾錢，只要提前1日預約就得啦。令我好意外嘅係，有幾個外國友人喺無為寺裏邊住，我忍唔住去問其中一個，點解佢會喺呢度住？原來佢哋係嚟學功夫嘅。依家9點左右，佢哋已經喺度準備緊練功啦。好多本地人都會嚟呢度行山同攞山泉水。大理古城
亦係嚟大理旅遊繞唔開嘅話題。喺我印象中，20年前嘅大理古城同而家嘅冇咩本質嘅區別。好多人覺得依家啲古城好商業化，但係其實千幾年前，古城正係人們生活生產聚集嘅地方，就應該係有商鋪、有民居、有交易行為，呢個先係古城嘅原貌。古城裏邊商業嘅興旺，從古至今都係地區同國家發展繁榮興盛嘅體現。我始終覺得古城商業化旅遊係活化古建築嘅一條好好嘅出路。不過，如果喺旺季，度度都塞滿人，咁的確係唔係太舒服。4月嘅大理已經充滿生機，周圍都種滿蔬菜。依家當季嘅水果有藍莓、枇杷、本地小櫻桃同桑果。喺市場賣嘅枇杷多少都有啲酸。我哋去咗一個農場，佢自稱有機種植，不過的而且確，佢嘅枇杷比出邊賣嘅厚肉而且甜。呢啲係本地小櫻桃，有啲酸。今日嚟農場，主要係因為上次嚟整嘅玫瑰花醬已經差唔多食晒啦，要補翻啲貨，順便再嚟整幾個鮮花餅，都係從摘玫瑰開始。新鮮出爐嘅鮮花餅。廣東人會用菊花、金銀花、木棉花各種花煲湯，而雲南人就會用各種花煮餸。今日一次過試晒當季10種花。紅玫瑰，紅玫瑰，是的，嗯哼，芭蕉花，芭蕉花，对，沙松街，什麼？沙松街，沙松街，是的，嗯哼。其實你說完我也不知道是哪幾個字。就是海邊的那個沙胡湯。沒事沒事，茉莉花，這個茉莉花知道。黃菊花，黃菊花這個也知道。糖梨花，糖什麼？糖梨花。對，就是我們平常吃的那個水果的梨。水果的梨？哦，那個梨。嗯哼。然後芭蕉，攀枝花，這攀枝花為什麼跟四川那個攀枝花一樣名字呢？對，就是那個攀枝花可以吃的。哦，攀枝花這個是一種花來的。是攀枝花。然後它是那個花心白玫瑰。嗯哼。康乃馨，康乃馨也能吃，只是這種顏色可以吃，還是所有顏色都可以吃呀？這個我們店吃的。我覺得攀枝花最好食，啲口感有啲似霸王花。我今日先知，原來攀枝花真係花嚟嘅。蔥野果體現嘅係雲南人對香料、鮮花同蔬果嘅理解同配搭，將呢啲食材一部分作為湯底煮，另一部分作為佐料後下，味道大概就係唔辣版嘅冬陰功，不過湯料要比冬陰功多好多。而家種緊嘅係後下嗰部分。這個是素番茄的哦，素番茄對，還有韭菜根和傣味小茄子，這就是那個傣味的小茄子。這個是茄子來的，對，這叫什麼？這個多衣，多衣，對。酸酸地都幾好味㗎，因為呢度好多寺廟，所以都係一個食素嘅好地方。喺大理呢個星期，我哋食咗3餐素，其中呢間算係比較精緻。呢個黃耳刺身十分推薦，自己喺屋企都可以整。
仲有一個蔬菜沙律，因為太肚餓，一早已經唔見面啦。三月街講習原來從唐朝就開始㗎喇。每年嘅農曆3月15，嚟自大理各個地方嘅商販都會聚集喺三月街舉行為期7日嘅買賣，所以呢個三月街已經有1300幾年歷史啦。有千年講一街，一街講千年嘅講法。依家又叫三月街民族節，而每個月4次嘅講習就係佢嘅延伸。民族節初期仲有賽馬等等嘅比賽同表演，不過我到大理嘅時候啱啱結束咗咯。終於買到我心念念嘅菌菇啦！呢個薯片比好多國際知名大品牌嘅薯片都要好食好多，特別係番茄味。最後我哋一齊嚟行下三月街啦！試試咪知咯，我揾翻兒時嘅味道。我就是我呢，买小点尝尝，买小点尝尝的。一样的是没得吃什么，我这个吃。就是一样。